镜头所登的台湾来看，屏东恒春半岛的落山风是当地特色，加上这2天透真强的东北风，所以恒春是来吹11级的强阵风，骑机车的雨风吹甲摇摇晃晃，相当的惊险。今仔日规天也是会透强阵风，当地乡亲要出门要注意安全。风声咻咻叫，沿街店面的篷布拢掀起来，规排路树嘛吹甲海来海去。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这2天屏东恒春半岛有见到风台级数11级的强阵风。根据中央气象局发布的强风特报，今天屏东丰港地区最大阵风来到7到8级，而恒春及车城地区还有可能出现11级的强阵风，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。屏东恒春半岛当地特色就是落山风，强风来的时阵会当吹到规条路，亲像喺山顶堡，机车族出门拢惊吹倒去。大路口强风扫无停，清洁人员出动扫街，嘛感觉风有够大，非常的大，连我早上开门出来的时候，风吹得我没有办法把门拉进来开，都有接近或者是超过10台。强烈落山风发生在每当的10月到过当当的4月，对北吹向南方的空气对山顶直接冲落来，为了袂使，当地居民拢经真惯势。但是要伫秋冬的季节到恒春旅游的民众，一定要特别细致。